听着，多亏你生了一个安邦平国的好儿子。哎呀，老太师大人呐！哎呀，老太师夸奖了。少娃儿挂帅日里丞相帮，李丞相当成是你太师调。你是我儿是的更是老元婿，能功劳堂推你四主功更高。哎呀，哪里呀！老太师，我们一同喝茶，好，一同喝茶去。我让请啊，梁大人请呐！梁大人，方才商议之事就这样的定了。定了，今日这个大美啊，我是注定了啊！是此小女的终身大事，烦劳你梁大人喽。好事，这种锦上添花、喜上加喜的好事嘛，下官是乐而为之的呀。万岁领导，万岁领导，一同上朝，
大人。万岁！王府元帅已与外地社卿派兵报告立了大功，今日百事为朝，朝廷给赏他后文，给封他部什么官哦7万岁，使他冒宝玉当御制庆功，祈求万岁依朕之见，可封为进士提督元帅，统领御林军，保护身家。万语，古人说东王花烛呀，金榜题名时，王府元帅立功荣归，应当死婚成亲。死婚成亲，哈哈哈，妙妙妙啊！哎呀，这成亲可要有个女子才好哦。祈求万岁，与国丈的小女儿，万岁的小姨子，是女小姐，生得是花是玉，正好许配王府元帅，这才是锦上添花，喜上加喜呀！7万岁，小女是幼年方16，得是贵族，蒙梁大人敬帖为媒，恳求万岁做主啊！好啊，原谅你的女儿这死婚成亲，不得万事俱备了吗？万事俱备，无愧万千东风。李真相王府元帅接我儿子，怕是你看这东风不是来了吗？来，宣礼请我王府元帅上殿领旨。万岁有旨，丞相李忠勇，元帅王府少华上殿见驾。李真相王府元帅上殿见驾。领旨。万岁！今日百事为朝，朝廷使你女酒庆功。谢万岁！与老丞相开征霸占，遵旨。霸占。
罪，正在是你忙冒虐待。元帅，你挟着女眷回我不仅忙冒虐待哟！启罪万岁，臣不要忙冒虐待。那你要什么？只要万岁使人一道诏书。什么诏书？要他何用啊？用他召写一位忠臣，全家大小的不罢之冤啊！元帅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哦？万岁呀！娘。启罪万岁！孟子元虽以为贵祖国，虽3年牢狱，偏欺凌上，众多有不应罪名，故而不能受君同饮。哦，原来是此丞相，此些万情不杂后，命令召集。召集，元帅，忠臣受冤，理当召集。元帅有功，不可不赏，正召使你忙冒虐待。谢万岁！元帅，朕还要封你为第个元帅之责。你又为我不地封官哦？万岁，臣不要封官。那又为什么？臣愿将功所罪。你何才之有啊？万岁，孟子元身为皇帝，恰是身兵之将，他将伪造以后面圣请罪，为此臣愿将其之功在他之臣。丞相，此理可以吗？万岁。愿他愿意。
说的，我要加封你为一个忠孝王，谢万岁！哎呀，万岁！凤冠，这是方才梁大臣进殿为媒，我女儿许配王仆元神，怎么这又出来了一个用武呢？哎，是啊，王仆元神，万岁私会成亲，这才是锦上添花，喜上加喜，还不夸谢恩啊！哦，二位大人，小的是由于忙家小姐里中定有婚约，实是万万不能明评他人。说得好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他是你为我这样高兴哦！万岁有所不知，老臣问得那忙离君啊！见到分明无罪，不枉法，分明有罪，无罪，有罪，无罪，有罪，有罪，无罪，无罪。儿请不用争吵了，这有罪无罪嘛，还请丞相指教。万岁！臣闻说，从前有一孔门弟子名唤正生，他父母每次举棒当他，他是小棒当元，大棒当陶醉。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，正生答道：小棒当不为忧伤，大棒当苦之要忘。傻想儿儿当时，岂必要加重父母的过错啊？此次他父母再也不是大王了。万岁，正生之言，推此即被举一反三，那软弱受刑，可比是大王当之。莽立君杀不到罪，岂必也要加重朝廷的过错？小子事情，大王可罪，众臣弑君，软弱可逃，此内先被生生之以血也。万岁！丞相真是不要多罪，经他这样身负领巾，怎么一比呀？怎么样啊？莽立君不但道德无罪，而且道德好，道德好啊！是嘞，莽立君越狱见到，确实无罪了。万岁，无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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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万岁！莽立君有罪无罪，才不
到我女儿的终身大事哟！哎呀，恩师大人，你这个主意可是有关门生的终身大事啊！丞相，你这个主意可要拿得好啊！丞相，恩师，这个主意可是不好拿呀！让我再仔细的想一想吧。对，叫他想一想。一人仔细的想来，王夫元帅与莽家婚约在先，是有莽丽君万岁立改时婚，王夫元帅与莽丽君成亲。要是没有莽丽君呢？要是没有莽丽君嘛，王夫元帅立改与国丈的女儿侍女小姐成亲了。不对呀！哎呀，元帅，丞相只于公平，元帅你不用多骗了。丞相，这是那莽丽君，他到底在哪里？是啊，这莽丽君到底还在不在？天知道了。谢罪万岁，朕愿弃官寻找莽丽君，哪怕这边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他找到。莽丽君要是一年不见呢，我就找他一年；10年不见呢，我找他10年；要是100次不见呢，我就找他1辈子。好，真是多情多义万岁，依人看莽丽君不用去找。怎么？只要朝廷统领国府专员张贴王榜，上面莽丽君检讨之罪，令他断案自首，也就是了啊。要是莽丽君不来头，难道我女儿等他一辈子吗？就他一个寒期嘛。那寒期多久呢？寒期1月。太短，寒期1年。太长。2个月。1年。太长。3个月。万岁，依人看，至少验得在80之上。好，有朕做主，延期100天。哎呀，退朝！王夫元帅，
看去100天，你看。哦，元帅尽管放心，王放一策，天下佳之，孟丽君岂为不闻不闻？何况元帅对他是此恩深义重，他岂有不想与你造家花烛之礼呀？我是怕他这身前道举目无亲，度日之年有心之为，他会不会早已不在生死了啊？他不为死去，莫非你
就是李真相，李真相就是你呀！啊，你呀，你真把我捉弄的。
儿见过弟弟母亲罢了。哦，母亲，那事情早已送去，丞相舍这可就到。哦，这才好，这才好啊！儿啊，你总说丞相就是孟丽君，可为父母万事不行呐。像那孟丽君，乃是一个贵重少女，怎能位列三公，官居丞相？她死国里面有斤斤有条。哎呀，弟弟，有条也好，无条也好，一日看那李丞相是有八九手是孟丽君，孟丽君是有八九手是丞相。弟弟不信，请再来看看李君的这张字画像。哎，老爷，请。哎，像呀！哦，我说我这张画像，与我看过平的丞相一模一样。哦，哎，老爷，你是可讲啊？好，那稍时我们就凭这张画像前去审他。哎呀，父亲，这怎么是的哟？你看，那你说这张画像到底像不像丞相？面貌确实相像，哎，像就可，这是天下容貌相在成都，更何况，我说老爷，你与丞相同朝三载，哎呀，连个男女都会分不清。我说你呀，你真是个老糊涂。父亲，我怎么能像你这样盲肠啊？啊，什么？我盲肠？分明是你糊涂。你盲肠，你糊涂，你盲肠，你糊涂，你盲肠。哎呀，弟弟母亲，你们不用争了。少是丞相一到，谁能分晓？母亲想来。好，那少啊，你这个病人嘛，也该当班呀！快当班！好，丞相到。他真的来了！快去当班！快去当班！父亲说话。老爷。
哦，老院中，不知钟小王的病体怎样了？小儿他，他算平的。哎呦，哎呀儿啊，哎呦，钟小王，恩师大人来了，快请坐啊！快坐下，快坐下。有劳丞相，他为母儿困病，反奉灌进。区小事务别挂齿。儿啊，快请丞相安嘛！为官要到后堂，亲自为丞相陪宴。老院中不用客气了，嘿，应该，坐。钟小王，伸手过来，我来替你按嘛。恩师，我生的什么病啊？你呀，生的是急性病。恐怕是官府太旺了吧？恐怕是阴阳失调吧？这病不要紧，数日以后迎奉太尉随诞，神奉喜事精神上，太尉随诞一个包括引起心旷神怡呀！你用的什么药？家常用暖普洱茶。此药非敌不能采，非是不能用哦。将心似气，小日家客，他这样想可以不用了吧？丞相，让我去当教士。恩师，我生的乃是司马病啊！是啊，时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司马病，司马病啊！我的病乃是为那是为他而起呀！你的病是为他而起呀，是为他而起呀。恩师，你看，这是孟丽君的一张丝袜像。这是孟丽君的丝袜像，你看画的怎样？那我倒要仔细的来看上一看呐。恩师，请看。画得好，是画得好啊！画得像是画得像啊！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啊！我说是画得十分像你。心来
钱哦，唉，哪有什么不问哦？不惜是王榜天出三月冬，未见他头爱露真相。恩师啊，你应尽做我有家音，真乃是话并不能从机上，言起呀好风来是捧在掌，青云有路总能上，你与他有情人总能成全着你，无需交叉不用慌。此今日好风一里碰不着，只怕他走了高官把旧情忘，我为他天天开路登家营，我为他夜夜思梦梦难长，我一片真心为千表，他无动于衷为哪吒。他那里字字句句诉衷情，我在里方方层层句为长，他情为我思念长，他恨深深愿我旧情忘，他水流流雨中带刺那苦此爱我万千苦中他千不想，常言道山为路沙难成，我心中有话真名讲，神色伴君是爱父，无需把玩一来地方，是怕连累你王夫家少娃呀，在难杀人的刺。
家园，四川有因来不得已才与出，更何况你我两家功劳大，不惧万岁不让步，他让真要听你在同为难，我不是负他
他的为情深似海来报伤。老女人众小王神志不清无血气赵永亚受此告诉梁大人，请呐！喜的是八人爱妻金衣帽，我国家成龙家喜轩。这一8天来，忙里中的银子也不进，我让我用担心呐。你可知丞相今在杭州？今日里又要结为忙事缘。这不吉利的事情集中来，真不叫我把心愿。我唱，只要你得了女婿张秉军，无惧一个忙事女，今日要叫你一比例，新鲜力正言在带好姻缘。好，一同上朝，请。万岁有旨，两相文武有本出走，无本退场。人与本起奏，私婚忠孝王之事，按照朝你今天8日期末，望万岁圣旨。哦，朕倒是忘记了，今日8日期已经完了。是呀是呀，至今8日一门，不仅忙里就下来，望万岁赐婚，小女忠孝王接着完婚。好，祈求万岁一锤之际，既随忙家谢有婚宴。此今忠孝王又比忙里君不去，忙氏人又即将早些永归，这失婚之事嘛，求万岁能放宽起来。那倒要请问老太师，君可不可以实行于朕？不可，无可不可实行于之，也不可造啊！其实
此次，就请老太师责命圣上，我女儿与忠孝王结成人情。是啊，我看在你不能放宽，我是可以抓紧放宽，不能放宽，可以放宽，不能可以，不能不能。儿情又吵起来了啊！丞相，你看此事如何处理呢？这是嘛？谁知朝你谁记谁一门，看谁光寒季是身上必中，既要亮不长这心心意急，更需年里君少王情意重。上门内心开，一开更应更从容，却里为少不交长，舍不定情况与变，在情看中。丞相，这8日之内尚且没有变化，这顷刻之间岂能有变呢？哎，是啊，我看即使再有100天，恐怕那个忙里君也来不了哦。7万岁！至今不见忙里君前来，望万岁夸夸赐婚，小女忠孝王结成人情。是啊，立即认亲。好，那朕做主。哎呀，万岁！全见生生才是归，应该秀才情开中。不愿与李军同生死，就不愿与奸人子女结乱盟。莫怪我鲁莽待生疏，少忘我心中只有孟丽君。万岁，孟丽君早就来了。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呀？他在哪里呀？他在这里。万岁不女人的毒啊！呀，妙！ 哎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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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
有这样的美人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忠孝王万岁！这娃是娃，神是神，可越娃不神，总不能叫娃娘与你成亲啊！万岁！是由孟丽君才女。是由孟丽君在寡人做主与你私婚成亲。谢万岁！万岁！你本度所记，他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什么？近在眼前？此理！哎呀，忠孝王啊，我是你的病到底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我看恐怕未必吧。你来看，这满朝文武都是男子，而孟丽君她是个女子，你瞧瞧她亲在眼前，这不是痴人什么是什么啊？万岁！在经典之上，衣冠壮硕，恰喜论子。可朝中有一位大人，恰因家国之罪，不得已而女扮乱朝。你来真讲。有一位大人女扮乱朝。哦，有这等事来。那真倒要一生其实啊，万岁，你分明已经困成。哎呀，万岁！我朝中实有大臣女扮乱葬，人国法应该力战不杀。这，可眼下不有其臣，也不有其事啊。万岁，
只要你肯杀他无罪，孟丽君虽可以脱下朝服外他无照，我们夫妻也可早日团聚。我们3年在王婆孟家忠心报国，你就整见我们吧。你还要此人什么？你太放肆了！万岁！你莽莽张张，颠颠倒倒，难道不知他无将领？万岁！念我言气有病出狱，刻不应心，用他此处日给回顾私心。丞相死得甚是啊！好，少你起来！谢万岁！哎呀，万岁！从今以后，谁要再管不言论语，负责大人听斩不杀。孟丽君是谁抬哦？万岁，那孟丽君不就来了吗？丞相，此人是真孟丽君，还是假孟丽君啊？不见其人，怎能辨别真假？丞相高见，来带孟丽君上殿。万岁有旨，孟丽君上殿。万岁旨，孟丽君上殿。领旨。小姐进门瞧安排，叫龙来一家无争神进来，让他们真家都难定，对的是头也吉安好家为。孟丽君见驾万岁。你抬起头来。丞相，你去问我。真子，你这小女子家自哪里，姓什名谁，一一的讲来。丞相孟丽君就是我名为老家
小王，他说的可对呀。那么你再仔细的认他一认。哎呀，不用认，不用认。哎呀，你为何不认呢？看着真的不许我说真，看着这假的定要我说他是真吗？真相，既然钟小王说是假，这其中恐怕确实有诈。还是带我来问问他。果然要问，那请问吧。你这女子，过来过来，这话是你对镜是妙的吗？刚才不是与丞相讲过了吗？即使你对镜是妙，怎么与你一点也不像呢？这是3年前画的，难道是一个人的容貌，谁不会变了吗？哎，再比也比不得这样夸呢。哎呀，大人，我看你的容貌啊，也在变啊。看，你是把七嘴万岁！我看这女子与画像差之起里，定是光披假冒。哎，我看这个小女子啊，为得丞相所为，却是事事有据，句句有凭啊！万岁，既然真假难辨，怎能受一在身？分明是假，何必在身呢？是啊，分明是假，立即撵判。七十万岁，用那众多莽子人，并欲用贵已在午门外儿子。莽众多来得真好啊！来，找众多莽子人上殿。万岁有旨，莽子院上殿。万岁之莽子人上殿。李老臣来袭之人为稍息远却，真正官复原罪，代才立功，受命之余，惶恐万分。众多忠心耿耿，今日永贵早些，家人重见，军人重围，可庆可贺啊！托万岁之洪福，忙众多，快来见过李丞相。领旨。忙中多。哦，领
呀？忙中多，你的女儿来了。你这女子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女儿丽君啊。是女儿丽君。正是。哦。女儿。不对，不对，你认错人了吧？啊，弟弟，你离家3年，怎么连亲生女儿面对面都认不清你呀？哎呦，自己的女儿已是个大人了，只怕你面对面也认不得她呀。哦，也是，怎么你也是她是我的女儿啊？哎，是忙中万岁，4岁。这小女子是称之忙丽君，她是来投案自首，素食之话句句有凭，众多你快快上前审过亲生啊！这忙中多哦，李丞相。是
宁。那你断定她不是你的女儿喽？言不宁，言不宁啊！万岁啊！老臣气煞人色，耳聋眼花，实在认不清啊！万岁，朕家万事难离。哦，请万岁放宽几案，待微臣把这小女子代为相夫，仔细再审。好，此日就万请重审。朕子，哎呀，万岁！退场。王中公，来，哎呀！哎，你呀，你，哎，你呀，你，宋小啊，你再仔细地看看。我为什么不能是孟丽君？我要不是孟丽君啊，你就到刘家小姐认亲。到那时我看你呀，真生得了。哦，你呀，你呀。万岁召我共议朝政，为何不去谢烟殿，不到麒麟阁，且把我带到这里来呀？这个前面不是上林园吗？是啊，万岁走在上林园，等儿丞相。哎呀，公公，像上林园那是内宫禁地，是娘娘有些之所，下官是去了呀，去的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原来万岁驾到，微臣恭请审案，免了。谢万岁。今日朕和有丞相同于上林，必取一切藩门所理，既不用公卿审案，也不用三呼万岁哟。臣不管乐理，有朕做主，非卿乐理也。即是此微臣朕之来，朕为龙错奉你领旨。哎呀，万岁！将龙错奉你，是万岁和娘娘才能动手，下官是无数的呀。有朕做主，请谈如何办哦？万死不得哟。这好，既是此，那就陪马。是陪马。
李青，你困些面就是城里撒娇，你我骑马过桥风。万岁！哎呀，朕已吩咐，少日园中不持掌灯，你我君臣同往天相观，同饮一盅是红啊！万岁！哎，请着再说下去，朕恐真要生气了。
万岁，你来看啊，这天香馆某代人陪，千姿百美呀！哎呀呀，可他们见了你，怎么一嘟嘟都把头低下了你？万岁，神称牡丹花中王，永永华贵滚永芳。这位计划通灵性，故而他必须向东朝君王。非也非也，他花季神间第一香啊！你神君貌美眼不伤，只为你岂有必有绣花帽？故儿他见你不管把头啊！万岁休得取笑啊！李清轻松啊！万岁，李人真过与万岁平如啊！哦，这所谓平时乃是王儿娘娘所受啊！唉，可惜他不配哟。他既无必有绥花之貌，更无精心收口之人，他应该把这所谓娘出来，娘与你成乡哦。万岁又来取笑了。好，有朕作之，请盘奏后方。既是此，一人告诉了。内日在，朕就来。是。为卿才高貌美，请观一杯。请啊！李清，李清啊！神颜拍爱美所生，我是你李清生成悲，世间朝中风波情，皆因你爱情是貌啊太君，怪不得王夫元帅要戏弄你，就是个爱你才貌也同心，愿与亲宁是上华长居生，愿与亲十个人尽更亲亲，愿与亲共掌乾坤理朝政，愿与亲时时刻刻不离本。李清啊，神颜不贵才清晨，莫是明月的空真。想离人守望家。
万岁，李仁是已经在先请告退。慢，既然丞相就在，那就请到那边安息。李仁不能证明。哎呀，丞相，你岂不问那刘备太孔明，他们是同坐而杀，同他而亲的哟。你我今日何不要故人你？西子万岁，娘娘已驾临天相国。什么？是谁叫他来的？关让他们？已经他们。哎呀，关让儿们。万岁，娘娘驾到，微臣在此多有不便，就此告示。慢，娘娘毕竟宣召，他是不曾来的，他就是来了，也只有娘娘丞相，哪有丞相娘他的女？万岁，哎，请到那边参毕。后事啊，本万岁在此赏花，带来功杯，朕不用你陪。臣妻不管不备，朕要你为公。臣妻不想为公。你多谢娘娘深情美意呀，是说谢寿。女士去酒来。是。为谢娘娘深情美意，请万岁，请。唉，难得今日乌云满天，这乌云过后的月色听讲更好啊。好的很呐。哎，娘娘请啊。万岁，请。卷仓，为谢娘娘深情美意，请娘娘敬酒啊！是。哦，万岁，臣妻不能再饮了。哦，娘娘酒醉，夸父娘娘为公，我没有罪，大巴。哀家没有罪。哈哈哈哈哈！娘娘酒醉是你还不承认啊？来，夸父娘娘为公。李君要见驾，娘娘千岁，并身谢娘娘。丞相你，丞相死而不早为夫去吧。遵旨。来，寡人还有国事，必人了理。万岁，有日明日早。
这是朝廷之事，不要你来多管，你我为。丞相府用法来报，相府打着十户替丞相速速回去。娘娘去吧，多谢娘娘。太尉，这场虎射得起，射得好啊！啥不是相夫谁长虎？难报朝廷要起丞相他是虚心女子烈士虎，钟小王是刚毅渡尽一团虎，他两家早已结丝路，岂肯呀世界的习物被生物，更何况兵权独在他父子孙，倘有儿心必起哄。关系嘛，是啊。我也知他病倦在无非儿媳，因此下场不相依。更无话连年关顾刚平息，再动来朝廷也惊不起，这是王儿一向神心观，在两天之间万须他是我的兄来欣赏你。
哟，美瑞家的旨意，赵忠大人治疗老太师，无朝不得觐见，他一早就见于我，一定是太儿，你我参此，先破一吞他的口气，所以有这种道理。好，全丞相。家太后千岁，免礼谢太后。哦，老太师爱好，丞相好，是所谢所。丞相，一早今天，莫非有什么急事吗？太后。令多少年描写未曾杀边疆，从此我把兵小子长记心。为其国泰与民安，神魂长保是了经。今日我提前送寿礼，献意在我亲手描绘的国事业，免太后肉体受风寒。愿太后万寿无疆，长安继承令家在今万事意。你是安邦定国的故功臣，后来在温良延寿的金水心，离人在所少
呀问，月里台前才是为谁？历朝刚都有三件事，皇太后宽恕最年轻。3年战争把必须，这个不夸一相能，至今批评有差错，清澈自言为不应。丞相，千里之行，莫非为了做满修经之事吗？修经，老太师指的是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丞相，今世事充满相夫谁精神？问丞相在府中可修经？此乃是马王帅府家水伯人，好在揭开取名的。是嘞，原来是一场虚惊喽，是一场虚惊啊！是一场虚惊。丞相，这一场虚惊莫小看，在星星之后后了缘，金榜一瓦莫属于何作小心保平安。常言道，君子pomo为与理顺，望丞相，你要记早小女西红鸳呀！今日之夜，我领家本县太师来中当，三虎是一直为人岂可在下官心中已明了，这是相夫三虎是万孝，一老太师把心操，啥事公定有神，晴天娃呀，岂能报？
妻子虽长见虽短，岂能与微笑过谁大道？丞相啊，难得你尽心随去谁安慰？帮夫君与老太师做一家，内外精神明察去哦，明察去啊！太尉明察去哦，此乃万民之福。太尉千岁。还有言相告，臣这里有曾经主张一道尊正太尉，请太尉圣人多。世人先请告退，别谢太尉。老太师，快快再邀年来。是。陈金童吴某某愿华夏北户，与内内外为生灵独谈，以致通行结训，一门严定。先生哟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欲为身上去也是几十克，正在不管四八四七，不顾身为女子。不过身为女子，冲着为国对本事中，立志为其喜悦，为国写诗。好一套澄清的旧账，更难得他3年为官，秉亲约计，忠孝两间呐。此事来倒也实是难为他呀。请太尉之意，此事嘛，此事嘛，为了守己，为了往日的江山，此事只有神谁推就，才是上策。好，太尉英明果断，不敢当年呐。哎呀呀，我的老哥哥，祝我生死所虑，真不愧是元老栋梁。唉，这是万岁思孝圣心，能非孤军大军，上力苦之，国丈他们死必也不肯宣达官书。你的指见，以我之见，不尽朝廷为生，恐怕难以国主，难了此恩啊！好，明日朝廷为生，还请老太师养诸位家，尊敬设立，万为参就好。太后总统绝不顾于臣告示了书。什么是男是女的？身为娘娘，尽管是赐服着他人。啥不困在母儿的份上啊？怎可要从容的忘你？
你，我还是要说，丞相是个女的，是个女的。堂堂丞相怎会是女啊？那你关于我当督？要是丞相是个男的，我向你拜在；要是丞相是个女的，啊，王儿，丞相要是真是个女的，那你该怎么办呢？王儿必人相顾。哦，你还必人相顾，母儿倒替你仔仔细细的相顾了。哎呀，母儿，你是为王儿怎样想的呢？那这里有酒账一道，你去看了，是为明白。哎呀，丞相啊，丞相，你这个棋子走得好厉害呀！是以丞相大罢，我不趁机在我儿面前太不足啦。我理该玩他一张好计。啊，母儿，丞相为了三公，这件事由王儿亲自来料理，母儿你不必操心了。母儿，马里就来了启宗大罪，冷夜里当立即把他杀了，把他斩了。真玩必胜，真是要杀要斩你！哼，像他这样目无刚气，不斩不杀，真斩国法。这是朝廷之事，不要你来督管。既是朝廷之事，就该在朝廷为审发落。什么？你？正在言，说几重担，你要好思挑。往下有道七爷不少，帝王家金石里当场压掉。二家毕竟年事高，总不能时时得操劳。明日里真相爱，今夜为生真发落，二家要把你我靠一靠。母为放心，明日一定为生，王儿死有之意。万岁圣万岁圣
万岁，该升官啦！哦，待请万忙里君上殿，待请万忙里君上殿。待请万忙里君上一向视你为故宫，举你做栋梁，不想你竟是女扮男装，欺瞒君王。哎呀，你真是辜负了寡人对你的一片器重之心啊！教尉们，将忙里军站起一下。万岁！这时候仇人们陪寡人与众位大人慢慢商量才停啊！来呀，将忙里军带下去。是，且慢。请问万岁，今日该是御前为生？是啊，既是御前为生，为何一不生二不闻啊？这不生不闻，此案是无破，又是无断呢？那以丞相之见此次请开始过场，一同审哦。是。下跪15声，忙里君以先15声，忙里君轻一点，大胆轻犯，犯了弥天大罪，今生御前受审，万不与我从实的招来。部长，你叫万生从实招来，万生讲的都是实话呀，真记得。那，你问下回后生，他等忙里君的原委，从前是无生，他等也是忙里君，这不是说对了吗？
因为他从前是莽里军，如今是莽里军，今日还是莽里军，这本是实话是什么呢？那倒要请问老太师，这朝为官3年之久的李君友，他有所成呢？你问我啊？问你呀！我是莽里军啊，你应该问他。哎呀，真是莽里军！几岁以前是莽里军，李君友究竟是何人？莽里军本是我真名姓，李君友乃是我家姓名。你听啊，他自己招工用的是假名假姓。再问你究竟是男还是女？啥是我？无老女大人必精神。嘿嘿，这样问法真是多此一举。哼，莽里军，再问你李君友是男还是女？他就是我女扮男装的莽里军。好，女扮男装，你到底是几招神了？你不是我不早就神了吗？我说你问的都是废话。莽里军，你要与我重新的找来。女扮男装是谁之事？花木兰是我知是谁？花木兰啊！花木兰家住在何方？她怎样叫你半论人？哎呀，果然是花木兰嘛，寡人也是知道的。哦，万岁也真是花木兰呀！好啊，那怕把花木兰带上殿来，当面对阵啊！哎呀，他乃是个古人，死了好多年了，是不必再救了。国长，万岁说不必再救就不必再救了。7万岁，莽里军女扮男装，混淆阴阳，用李君友的假名假姓做了丞相，有欺君之罪，罪该万死，应该立即报复法场，斩首示众。部长，你问我啦？问我呢？可是我一句话没有问呐。要问的我都问了，不该问的你倒不问了，该问的你倒没有问。那你问，莽里军，方才你说花木兰是你指使人，这是何意？你要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快讲啊！老太师，女扮男装不边关，莽里军要与木兰须眉般，木兰带我去从军，李军为我远返，木兰回顾开口问，李军姐夫皮娃娃，木兰金把钻，李军心把飞度，为生命面度台，一样是家有几国有难，当人不娘到你带，
为什么莫来日月是名度？李军有家不能败为什么？当年莫来谁查询？今日李军谁亡？万岁！生命因公公，因上万苦结果必尽，举一反三。啊，万岁！忙里中所成，倒是还近还离呀。问情理倒也说得过去哟。万岁！一夫人女扮乱长，有欺君之罪，应该立即帮副法长斩首死。哎，国长，我还没有问我呢，你接什么？忙里去。你既然剑道运用，为吾生用，那么你父亲早是永归之事，为何不来对恩师修呢？老太师，我弟弟忙事女，赤胆忠心，大义凛然，可谓勇乱情妇旁人，贵节朝中他。诬告我弟弟美不就用，将我家门门抄斩，事情安静以清，勇乱将文出完公道，请万岁顾目。怎么？这件冤案也有你的文啊？嘿嘿，孤算不是我所料。万岁！你老臣年迈无度，上了绑子之当，望万岁使老臣粗心大意呀！万岁，此事用1月发落，今天还是先对忙里中的哦。忙里中，虽看你能言顺辩，正与百内长文石朝方于欺君之罪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也是粗心大意呀！你也是粗心大意呀！万岁，国长粗心大意，残切不能。万里君粗心大意，多情有可原呐。那以他事之见呢？一臣之见，万里君彻朝3年，忠心耿耿，劳苦功高，是今功成身退，应与杀臣表彰喽。哎，老太师，万里君与百内长少来广上18年整，将来在朝廷上有人要封，这男不像男，女不像女，真无体统。万里君立志为吾生愿，为国惜志，昆城忠贞孝女，理应家家。吾是发起欺君我中，应该问责，应该嘉奖，问责，嘉奖，问责，嘉奖，问责，问责。呀！他是要嘉奖，浩浩荡在身，天上有他称。
大人万岁！方才御前为生，一时要伤，一时又要斩，谁度各有其理，算度言故其实，此就有寡人来做一公正裁决。孟丽君，你女百内长，欺瞒君王，本该问斩。正念你3年执政，两位安内有功，不如君王有德。将功所在，总快不落。各取你丞相之职，变为宫女。生在王宫之内，侍奉太后终身。家卫们，要将孟丽君押进内宫。寡人旨意已定，谁跟位置上殿，定与孟丽君一起问罪下去。是，王婆说我毛遂要进家。钟孝王尽管位置上殿，翻了，来呀，在还真甩我下去，谁管毛氏上殿，停战不杀。关于孟家冤狱之事，你要好好经营，反省下去。是。啊，王儿，母儿，你虽居孟丽君，进宫服侍哀家，此乃是王儿一片孝道之心。这时哀家有比你更好的人居，不知王儿可依非？母儿，你六位大臣，请参退。是。王仆孟家换马公，岂有在故他民安风雨了？王儿啊，吕高要靠根基牢，
叫什么？君是帅，臣是帅，张乾坤又是水上银帅万里了，神风神水好家居，日风日水都难超。遇到是天高不算高，神心地高，天子啥能从应今须江山天好，今日里上把过年的儿媳，在里边得是轻重安慰，你要细配瞧啊！这个我不要这个那个了，说起为重，江山为大，今日这事嘛，就由为娘替你来问爸爸。哎呀，我问你哟，我的儿啦！今天有一桩喜事要告诉大家，二家生了一个聪明能干、才貌双全的女人，祝他儿喜上加喜，还替他配了一个威武英俊、多情多义的女婿，万岁将之，命他们在今天问婚，宣公子府马上殿，公子府马上殿，领旨。儿啦，经过你王兄王嫂孙子，经过王兄免了你呀，经过王嫂公子驸马免礼，接过公子驸马隐身啊，弟弟哦，李居母女，啊，王儿
怕将子。是，一切照木偶旨意判。姑爷